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Ocean Knowledge，我係 Josie。提到海洋入面最頂級嘅掠食動物，虎鯨 Orca 都算係數一數二啦。虎鯨又叫做殺人鯨 Killer Whale， 係海豚科下面體型最大嘅物種，亦都係世界上分佈最廣嘅海洋哺乳類動物。根據科學研究，虎鯨嘅智商相當於人類16歲嘅青少年。佢哋會用聲音交流，有複雜嘅社會行為同捕獵技巧，會食魚、企鵝、海豹、海狗、海獅、海象、海龜、海鳥、海豚、鯊魚同埋鯨魚等。虎鯨嘅食物會因應環境而有所唔同，而每一個族群都會有自己嘅飲食文化，佢哋亦都會將呢一啲文化傳承俾下一代。虎鯨嘅游水速度最快可以達到時速56公里，閉氣長達17分鐘。佢哋嘅體色主要由黑色同埋白色組成，而眼睛嘅斜後方就會有白色嘅橢圓形斑塊。雄性嘅體型最長9米有多，體重可以超過9000公斤；而雌性嘅體型最長超過8米，體重可以達到7500公斤。野外雄性嘅壽命平均係30歲，而野外雌性就平均係50歲。地球上面所有嘅大洋都有虎鯨嘅蹤跡，佢哋喺食物鏈嘅最頂端，喺自然界冇天敵，除咗人類。由於噪音污染、水污染、航運船隻、海洋主題公園嘅捕捉、喪失棲息地、過多嘅觀鯨船隻、人類濫捕大型魚類而導致虎鯨食物越嚟越少等等嘅原因，有啲地方嘅虎鯨族群面臨滅絕威脅。如果大家會去水族館，希望各位都唔好再睇鯨豚類嘅表演啦。今集先傾到呢度，下次再為大家介紹其他海洋生物。多謝收睇，拜拜。